高中的时拢咧拍篮球，啊，迄个时阵拢感觉应该会当临工会当做国手，也会当还是会当拍直篮。啊，大学高中毕业迄个时阵嘛毋知影临工是要创啥，啊，个想讲个去读，转去读迄种体育大学。遐体育大学遐真侪以前拍球的朋友，啊，个招我过来甲因做拍球，啊，个过来。啊，做兵的时阵，还佫做想要拍球，啊，所以佫考研究所。啊，读研究所的时阵嘛是拢在拍球。迄阵开始甲阮朋友开公司咧做即个球衫即个目标了后，啊，第一段期间佫发现着台湾的即个其实不只是即个体育相关的产业尔，佫是伫应该多数的市场顶悬拢有即个状况，佫是咱台湾的即个经济的主体性是互中国绑甲足死。啊，后来佫发生318事件，318运动，阮佫会真正足深的在讨论即件代志。啊，后来佫感觉讲，其实即个物件就是，头拄讲嘛，台湾的即个不管经济的市场顶悬，或即个中国因素控制加足严重，咱家己应该拢会感觉讲，认为讲台湾是一个国家，啊是安怎你若像讲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话，对即种外国的因素煞无有任何的处理。然后后来才知影讲，因为对中华民国宪法来讲，台湾甲中国是同一个国家，所以伊无法度用国家的方式来处理即个中国的议题。装备型，冬季防寒大衣、雨衣、腰带、枪套枪、弹夹带、手铐带、弹夹手铐、无线对讲机带、无线对讲机、警棍带、警棍、零钱包、罚单带、罚单、裤子、护膝、护肘、赛车靴、主机手套、M12K6冲锋枪、哈雷重机、9侧棒、交通锥、警车。你要什么？应该是衣服、裤子，然后跟汗帽就可以。所以你只要中华民国警察的衣服、裤子跟大牌帽，对，这样就好了。这间会议室会开的，啊个大个就是会当过来遮歇困，啊个你若讲困饱，啊就尽量过遐照顾安尼。10月10号这场行动，因为大家拢知影嘛，就是逐当到10月这个时阵，就是中华民国因的光辉10月嘛。10月10号是因的国庆，啊25是因讲因光复台湾。啊，月底阁有一个草头仔生日，啊，迄落就是因为以即摆独派的规个整体的即个实力来讲，咱应该做歹伫即个遮密集的行动内底，拢有做高强度的动员，啊有做强度足悬的行动，这应该是较困难。无即场先举办一个较接近行动剧的方式来做对伊的即个算。只要会当达成即个对伊的政治宣传的破坏，就会使啊。啊，后来个决定讲要来帮伊办即个告别式。一开始咧演的时阵，大家无这个经验嘛，所以在演的过程当中，在排演的时阵，其实大家拢感觉硬叫，就是因为
个毋捌演过即种戏剧类物件，所以大家伫遐拍，啊个淡仔跪的时阵，感觉拢会怪，拢会小可想要笑，啊怪伫遐画迄种搞什么中华民国万岁，啊怪迄种台湾人反共，甚至讲像即种对咱来讲应该是必须爱去主张的物件，伫演的时阵嘛是拢会感觉讲小可硬叫有即个状况，啊毋过排演愈来愈济到，迄个时阵我就发现讲，大家笑声愈来愈少啊，开始伫画的不管是口号还是内底的即个台词，拢愈来愈认真，啊表情甲一开始拢无共。啊，阵我发现着讲就是，其实这对一个对台湾历史了解的人来讲，这一定这是足正常的。因为咱伫办咱的这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讲，其实这个是中华民国在统治台湾。而即几十年来一直在发生的代志，伊即嘛嘛是共款搁在发生，所以后来咱个袂感觉讲种代志是好笑的，是迄个嘛袂感觉讲这硬叫，这个是一个咱家己做有感觉，发生伫咱身躯顶悬，咱的习惯，咱的前辈因以早有经历过的代志。对阮是有法有交代啊，叫阮的嘛切记啊，唔通学白白啊，碰啊你伫碰啊，教啊我伫教，钢顶去开花是家啊一代路。草埔嘛草尾嘛草起起，草地嘛路上嘛草赶去，以后的新妇是三顿烧，以后的新妇是过路摇，啊过路摇，摇你就摇过桥。啊日头的面那里啊将军，也有听相爱有事。烧酒摆你咧有哪怎现咯？阿狗啊，做人是无啊凊彩，惊你就惊，你就学搬来叫卡。阿狗啊，过桥搬来叫卡。草埔马路上嘛草青青，草埔马路上嘛草赶去。有孝的新妇是三顿烧，不孝的新妇是过路摇，啊过路摇。中华民国可恶吗？中华民国家事有不好吗？公正第一分局分局长罗万清，不好吗？这个行为已经违反集会游行法，我现在举牌警告。请你们立即停止违法的行为。现在时间：中华民国106年10月10日50分。国家有国家的法律，请你们你没有国家。
想到物件，这应该是看状况啦。譬如讲，咱即站若有空钟，咱个会收到真侪物件，甚至会接到做者电话。寄来物件，其实真侪是拢是朋友啦，就是支持咱的行动，会寄一寡物资来啊，当时寄干粮啦，一寡消耗品啊啥，即种物件其实是介济。毋过当时个黄会收到一寡批内底有一寡言辞一寡言论的攻击，做一寡人身的羞辱，即种定定有电话嘛是就是达到行动了，一定会连续几人囡拢有咧口音听起来个，毋知是台湾，毋知是住台湾的人，还是住中国的，佮敲来底甲你讲一寡有诶无？伊迄就是敲来要乱，就是要互你无法度上班咯。两类，国旗在前面两类旗子在这里，两类。太平洋西南海边，一个走台湾最近，大街红黄红旗，风一把为春头天，用我公园花的基础。是我云上亚洲，因为文化世界和平公益永健公园在。今仔日咱来到这目的足简单，就是要对台湾人甲全世界。表达咱台湾人想要建国的意志。10月25号对台湾人来讲是一个足悲伤的日子。咱一直当作中华民国是咱的祖国，第因甲咱洗脑的种之后，多数台湾人即摆还佫毋知这是一个现象。毋过之后对台湾的未来也是过去有更加理解的时候，拢知影，继续伫中华民国这个殖民体制之下。台湾人永远无家己的未来，台湾人就是爱建立家己的国家。咱较有出头天的志气，对无？对。建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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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国。台湾，建国，台湾，建国，台湾，台湾，台湾，建国，建国，建国，台湾，建国，台湾，建国，台湾，台湾，台湾，建国，建国，建国。先红是个真单纯土地，台湾人的心肝。台湾人讲心肝，讲款运命。漂泊行顺，漂泊行顺，代代永远在世传。水绿的报道，美丽山河，落土东东的我。蓬莱美，玉兰花，举头看覓。管多几挂，管多几挂，透天透地的玉山。纯白是自由民主公平，无限的太平山。有尊严，行挺挺，台湾的子孙，充满喜乐，充满喜乐，咱是海洋的国家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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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